大家好，我叫 Billy，係亞洲再生醫療嘅負責人。今日好開心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依家一個喺外國比較流行嘅一種叫做抗衰老嘅方式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對 MMM 或者 NAD 加亦都聽唔少。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幫我哋細胞補充翻能量啦，修復翻一啲我哋唔好嘅細胞啦，從而令到我哋精力上啊，甚至乎身體嘅機能上咧得到一個大幅度嘅提升。喺市面上就有口服同埋比較高端嘅叫靜脈注射。咁而呢一個第三種嘅替補方案咧，就係我哋公司引入嘅一個叫做 Transpac 嘅技術，我哋中文咧就係叫做電子透皮貼。咁佢最主要咧就利用一個自帶電流嘅 patch 啦，咁就有正負極嘅。咁我哋就需要將不同單位嘅 NAD 加放入去嘅正極倉，從而擺翻喺呢個手臂上面咧，去用一個比較直接啲嘅吸收。呢個 patch 咧喺美國已經係得到 FDA 510K 嘅認證。我哋有一個 NAD 嘅 level test 嘅，就係話喺你做之前量度一下你身體現有嘅 NAD 加水平究竟係屬於幾多。做完一個 treatment 之後，我哋就再做埋第二次嘅 NAD 加嘅 level test， 就係話好客觀話俾客人聽，原來我做完之後個身體真係提升咗喎，從而究竟去判斷究竟我呢筆錢究竟係使得抵唔抵。美容業依家大家都面對緊一個競爭好大嘅同質化問題，咁但係依家我哋未來睇緊另外一個比較好嘅生意嘅渠道，就係話能唔能夠喺你現有嘅客戶體系上面係幫佢提供一啲叫做所謂抗衰老嘅項目，從而令到你哋嘅營業額再增加。咁而呢一個離子透皮貼完全唔存在任何嘅醫療行為，亦都係冇風險嘅，亦都唔會有任何嘅破皮嘅。咁所以就未來有機會大家可以聯絡我哋公司再了解多啲啦。多謝。